看到咱的这个现任是这个 AI 台湾分会理事长甲助理署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咱的 Echo 我拄则头先伊还未来的时阵有放一寡伊的阿舅林心地博士所创作的一寡台语歌大家拄则有听几首这个 Echo 今日要甲咱分享的应该就是伊的人权运动的路途一寡甲大家分享安尼因为像 Echo 安尼的人才，其实伫咱的这个台湾社会运动界来讲应该嘛是较稀罕的啦较稀罕就是讲当时有即个伫咧外国工作即个人权运动的经验同时伫法律上伊有一寡即个经历然后伫咧即个人权的团体嘛不止久虽然看起来足少年不过嘛是足资深的运动者其实真欢喜，足早就想要邀请伊来总算是有安排咱即个3月份，因为当然咱3月份有足侪爱纪念爱少年爱读书的种种的日子。不过头期先我邀请伊3月份来，主要是因为即个有一个妇女节啦想讲咱即届讲座就邀请即个真用心投入伫咧人权运动的一个女性来甲咱分享。好，安尼甲时间交互Echo来发声鼓励一下，感谢。我先甲伊做一个评语，看伊听话无。好，伊有听话，阮是朋友大家好恁头仔听到迄歌是跟细汉姑，我叫伊细汉姑，因为伊是上算讲阮妈妈迄辈内底，伊上细汉的我知影有人叫大姑字、有三姑。毋过对阮来讲，阮感觉讲较亲切的，就是叫细汉姑、细汉姨安尼。所以头拄迄个细汉姑是算讲我的台语是互伊教出来。伊我若讲无好我会跟去找伊。所以毋过伊即马伊算讲就是用台语的做曲、做词，搁有会做一寡迄个艺术迄个画图。基本上对来讲，台语就是母语就是台湾的认同，伊台湾的身份。所以这就是为虾米伊坚持讲要用台语来创作，尤其是写歌这方面。我毋是足少，像我即款人毋是足少的啦。其实台湾有搁有足侪，即摆拢伫真悬的组织在做。所以算讲因嘛做头20年，我是30年尔。毋过若是甲洪伟老师、甲 Peter 因比起来，60年，有 Peter 你至少60多年所以对算讲我的经验无足侪，我可能是经过较侪无共款的迄个算讲工作的因素，还是迄工作迄个环境是较无共款。毋过对我来讲，我较早就会甲大家分享讲，为虾米我会行到即马，搁继续行落去，因为足侪人，我想足侪人。对阮较无了解，对阮做人权较无了解。第一个就是咱会问讲，做人权敢会使做长者，敢食会饱，敢会通至少迄个趁有钱会使你生活落去。这是包括阮家己算讲阮厝里，阮爸母、我兄弟姊妹拢有两个问题。我想讲。甲大家分享是，行到今仔日，其实今仔日做人权的大环境，已经甲30年前、20年前无共款啦。这是做人权这个代志，其实已经变做一款的纪念，毋是
是洪辉老师指的。记了记。毋是记了，是记了。记起的记，对。毋甘是记了，定是记了。好，安尼我就先为遮开始，我一开始我想讲，大家要安怎讲人权，要安怎大家感觉讲人权甲家己有关系。我刚想到一个，其实就是人权甲自由，就若像空气。啊，为这开始，即句话毋是我开始的，是算讲，咱即摆讲红部长，咱讲红部长家就吼。对，算讲还佫做律师的时阵，其实我迄时阵伫服务的一个组织叫环境法律局，算讲是会做环保，啊，毋过嘛是拢会告政府。尤其是有关，若是无公平的开发案，还是讲有要甲人的土地、甲人的厝征收迄款的案件，所以迄顾律师迄阵是阮的会员之一。啊，其实阮遮团体因做人权的团体拢有募款，啊，阮就做一个专案的募款，我就请顾律师去台下顶做阮的募款的主要的讲者。伊去哩了后就讲，恁这专案，就若像空气共款，啥物拢无，你要叫人安怎捐款？伊安尼讲，啊，我爱再想讲对啊，就是因为像空气啊，啊，若是无空气的时阵，大家要安怎活落去？所以一件代志，伊的重要性看无，啊，毋过。会感受到，就是咱的生活，每一天、每一点钟、每一秒，会感觉到，这个就是上重要、上基本的。对我来讲，人权甲自由就是上基本的，就是像空气，对人的生命共款，上基本的要件。所以我才会就用这个名，我会记得迄时阵是2014啊13的时阵，反正10年前，顾律师伊讲迄句话，我甲讲好，这个就是我的理念，人权甲自由就若像空气，遮重要安尼。啊，这三只狗啊，高山啊，大家应该拢有看过。吼，其实就是我即代成长的背景，就若像这三只高山啊同款。我是1966，就是咱讲的5年5年级生迄款的。我1966出生了后，其实迄阵台湾就已经戒严嘛。啊，敢是细汉的时阵，毋知影啥叫戒严，敢知影讲囡仔有耳无喙，啊耳仔有听无到，啊搁看，无叫你看会歹看，还是讲袂使看嘛歹看。不管是册，还是讲街头一寡运动，还是讲任何啥物政府，迄阵国民党政府讲袂使你看，袂使你听，袂使你讲的，拢我都是伫迄款环境大汉，嘛是伫迄款环境讲，咱应该有经验，袂使你讲台语，讲台语，阮迄阵讲台语是好啦，互拍。算讲，互摕迄个笑还是啥来夹一个，迄是一个另外上，我会记得印象上深的就是，哇，带棍，啊手爱掠起来，迄款，迄阵讲台语就是，时常伫，若伫学校，算讲伫教室内底无小心夹一句台语，也是讲一个台语的词。就马上互同学讲，哦，你说台语，安尼，啊，就马上过去了，嘛风纪鼓掌，就马上点名做记号安尼，啊，过来就交互老师，啊，老师进来就开始。我在上摆，我记上摆老师是叫学生，就是做毋着学生排一排，起来台下顶排一排，伊歹家己点无，迄老师叫。遐
学生面对面互相扇嘴皮，对，谢，欢迎的。这互相扇嘴皮这招，我是感觉迄老师是最老的。伊个无爱互家己的手疼，伊个无爱家己用力，伊就叫学生家己扇嘴皮。伫今仔日的时阵，这个马上就是为着人权夜风过危害人权，所以迄时阵的我的成长的背景，其实大概就是有的人知是安尼。啊，对我来讲，有较影响较深的有3个事件。就是戒严，迄阵戒严规个环境，美丽岛事件，1979年，戒严的环境吼，其实2天前还3天前，才迄个新和平基金会，就是国反美的基金会，伊才有办一个蒋介石，蒋介石死50年，这50年来，咱50年后，咱安怎看讲蒋介石伊的影响，还佫有伊的无？所以其实。蒋介石死去迄天，我会记得，我是小学，我差不多小学3年。啊，迄天毋知安怎，迄天应该迄天是清明节啦，还是反正就是阮讲放春假安尼。我听着了后，我骑铁马去菜市啊，阮妈去买菜，我骑铁马足欢喜去菜市啊，看着阮妈讲啊，迄钱真死去啊！结果阮妈妈其实才听着。伊有惊着，规个菜市仔的人，其实我有感觉讲，大家拢惊着。我讲我就毋知讲我讲有啥物代志，啊原来迄件代志，会使你遐欢喜的安尼讲，会使咱就甲伊当做一个好消息，安尼来宣布。我毋知影迄是好消息，歹消息啦。反正我也知影讲迄是足大一件代志尔。所以，国过来1979年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对我影响是因为阮兜出一个叫林凤轩的阿舅，就是头拄仔细汉舅的阿兄，伊是美丽岛事件内底红星团的8个人之一。啊，迄阵伊是有参与着美丽岛杂志的编辑，甲后来那时候我会记得伊有去美国去甲大家推销美丽岛杂志，所以反正即件代志伊就是红掠嘛，啊，伫伊红掠以前，我毋知影讲阮兜有即个背景，啊，毋过即件代志发生了后，对阮兜对我的影响是啥？我会记哩，伊连洪轩、施明德因互用掠着，迄天下晡。迄阵初中，我差不多是初2啊、初3。我算讲迄天下晡，规个学校听着，阮算讲是教官还是有在遮，伊规个学校用算讲用麦克风，反正就是宣布，真是就那像个用麦克风宣布讲啊，掠着啊！我有听着阮师父的名。迄阵啊，我刚看着，我规个教室我的同学，大家拢足欢喜的拍手，迄个就歹人啊。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讲，我想讲，就是迄款的反应，我感觉讲，哦，我甲阮的同学是无共款的。啊，这个无共款，我会使你讲出来无？我毋敢讲。讲实在，我毋敢讲，因为迄个环境，啊，我毋敢讲的时阵，就是我家己会知影讲，我甲遮个人，我甲其他的人无共款，啊，我讲出来，可能因袂甲我做朋友，因对我会感觉讲，我是一个算讲叛徒的家属，
家族的人还是啥物，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影响就是安尼。我即件代志，伫初中、高中无甲同学讲，啊，毋过阮厝的人知。啊，当然，迄时阵我嘛时常伫厝里会接到电话讲，你遐是土城晓？我嘛毋知土，我想讲，土城，阮是控厝，啊，土城毋是伫中部啊。后来问问，才知影讲，哦，土城伫北部。啊，毋过土城是啥物？有啥物意思遐？感觉。足侪通哦，足侪通电话暗时敲来，原问讲你遐土城哟？啊，当然迄时我知影阮阿舅正爱审判的中间可能是关于土城的款，我嘛毋知。其实我就是有接到即款足奇怪的电话，我想讲哦好，阮兜无共款，毋是我无共款尔，阮兜无共款。啊，这你伫倒事件的其实就是互我知影讲，我即马有诶代志是绝对袂使你讲，有诶代志我当作无看。啊，所以这就是戒严之下，阮即代诶成长的背景就是安尼。啊，我嘛毋知影讲，原来迄是毋对。乌名单。乌名单就是因为你头拄仔听到阮细汉舅，其实伊就是海外乌名单，因为伊甲平常同款，伫台湾成绩足好诶，大学嘛读甲足，第一名、第二名，算讲是台湾诶足有前途诶少年人，去国外留学读册，读了。甚至以后咧读了，伊就变乌名单，变了嘛是无读了，就是变乌名单。啊，毋过伊是自愿变，互国民党用名做记号做乌名单。伊伫美国，伊是1965出国的，一直到1993才会倒转来台湾。其实，就是乌名单开放了后，还袂开放以前，就有足侪人转来。毋过迄阵就是有人甲我讲，伊美国迄边，还佫有家庭，还佫有啥代志。其实伊就是较慢转来。阮细汉舅着，伊算讲是，伊美国迄边按打好了后，伊就飞转来了后，伊就无要佫转去美国啦。啊，伊就含阮细汉间，就是含阮太太。一人住一边，阮细汉间，阮五今年住，伊就爱留伫美国，迄边有代志。阮细汉舅就基本上就转来台湾，伊只食头路、定居，甚至讲退休了后嘛，继续留伫台湾，因为伊感觉讲台湾是伊的厝，伊的家，伊算讲伊上头永久的厝就是台湾，所以对伊来讲，伊还阁是乌名单的时阵，我。出国我是9月去美国读册，去住因遐，的时阵，开始互伊练台语。基本上伫因兜住，一定爱讲台语。食饭，要甲伊问问题，还是讲有啥物代志要甲伊做，算讲讨论啊，是啥拢一定爱用台语，啊无伊袂甲我讲。英语对伊来讲，伊甲我讲，好像你来遮就是爱学英语啊，你去外口用英语，倒来厝里就是爱讲台语。我台语其实是9月开始确实常用，有讲台语是1992开始。伫迄以前伫台湾的时阵，因为我到台中市区内底，阮爸爸妈妈佫是小学的老师，佫阮兜无阿公阿嬷，就是我无含阿公阿嬷住，所以练台语的迄个机会足少的。我迄阵的台语嘛是真是个足变少的，真是了讲。所以乌名单这代志，互我一个说讲，因为阮细汉舅爱留伫美国，我去美国的时阵才有这个机会甲伊练台语。啊，这台语练到后来，就是开始做啲人权的代志。
做这人权，其实我会讲人权是一个交陪足好足好的一个理念，是因为，若是甲共款咧做人权的代志，还是讲对人权有较有概念的一寡人，甲因做朋友的时阵，其实双方这中间的友谊，其实会挡较久，真是会挡较久。会挡较久的原因，我家己的经验是，我去美国读册，伫学校内底读硕士，学校内底的朋友其实同学，我离开了后就无啥物的联络啦，就是同学迄2年的尔。后来我学校读了，我就直接。嘛是因为阮细汉有影响嘛，我直接去一个叫百拍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是一个台美人伫美国要做民主，推动台湾民主，甲推动台湾甲美国各国的关系，即款的组织叫百拍。我去百拍工作，伫遐工作了后，我是去暑期的。其实我伫遐工作就是甲美国的首都。华府迄边，就是各国迄附近，就是甲各国的人交接记接，甲因说明讲台湾是啥物，台湾迄阵是啥物政权，台湾迄阵无第四台电视，咱迄阵才有3台尔。咱的算讲咱的电台 ，radio 电台，阁有足侪中华拢是地下的电台。算讲言论的自由，阁集会的自由，甚至讲出版的自由。伫1987改元了后，其实咱遮的自由并无讲开放足济，所以我求是去甲美国各国议员，甲因说明台湾是啥物款的政权的时阵。因会感觉讲，恁敢毋是改良啊？总统虽然无直选，过改良已经结束啦。所以这个情形伊毋知。当然迄时阵我伫各会遐有实在足侪人，过遮的人讲实在，那大家知影讲甲咱袂遐尼共款，就是因就是政客。因就是咧做政治的，伊愿意甲听我讲，毋是因为讲我外交讲，是因为讲百拍有一间会员是美国的公民，美国的公民有选票，因投票的时阵需要选票，需要公民来支持因家投票，阁有钱，就是募款。就是美国，因咧选举时阵嘛是需要去募款啊。台美人其实有足侪台美人，因的经济，算讲因算讲是中产阶级，至少安尼。嘛有诶实在是袂歹，就是伊的财务状况是袂歹，所以这各国议员甲伊的助理愿意甲我讲的，听我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后壁迄个学会百拍，伊有会员，遐个会员有伫伊的选区内底，选区内底会替伊种钱，佮替伊去宣传，争取选票。过我甲遐个各位议员甲伊的助理讲实在，我伫遐做9年。过我转来了后，真是有联络的，敢有一个尔。美国拢总有535个议员参议员甲众议员加起来，500外个议员，因的助理几啊千个。过我转来台湾了后，实在，阁有保持联络的，敢有一个，迄个是参议员。我会记哩，我第一个找伊的气氛，就是找伊，伊就甲我讲，
为虾米伊会支持西藏？也是咱即摆讲佛教、铁北，伊是伫美国国会内底就支持铁北，算讲铁北伊要争取主权，还是要争取独立？伊拢感觉讲这是铁北遐个人的权利。伊讲伊会对这个议题会感觉讲最重要，是因为铁北的议题其实是互伊听在心内底，毋是用头脑想，伊会用心去听铁北的代志。因为若是用头脑想的时阵，就会去想讲，好歹伫代，去用算讲理性去分析讲支持即件代志对我有啥好处，还是讲对我算是正确的？对伊来讲，人权的代志还是特别的代志，毋是讲正确，还是讲有理由无？迄是因为这个议题有互伊感动着，人权的代志互伊感动着，就听到伊讲迄代志，伊其实伊怎甲佫是众议员，后来我转来台湾了后，有保持联络，伊有一届，比如讲2006年的时阵，伊就问我，伊就写，我接到一封 email， 伊就问讲，伊若选参议员，我感觉安怎？伊拢四个去问啦，因为当然啦，伊要为众议员2年选一届众议员，转去6年选一届参议员，这个是最大的工程。佫伊本来选区是小小啊，就若像咱市议员，伊本来选区是众议员的选区，若是参议员是规州，就若像台中市，还是台北市。是规个，还是讲咱的立委，因为咱立委嘛算迄选区无大，毋过若是讲规州的选区的时阵，对一个参议员来讲，伊的职责寡大，所以伊怎伊会问我问特别的人问其他，伊会感觉讲伊要听看卖，伊若去做参议员，敢会影响到伊对阮的支持？是讲，阮会感觉讲伊到时阵会受无用，无办法过来支持台湾。其实后来大家拢讲，拜托，紧去选参议员，参议员才100席尔，伫众议员435，所以参议员迄边伊的影响力会较大，我就紧家杀去选参议员，这就是用心交配的。到即马。伊2006的时阵选调，今年伊一直有连任，今年无丢伫选书啊。佫选书，伊嘛互阮知，甲阮讲选书了，伊要佫继续安怎做，就是基本上这是用心交配出来一个朋友。一世人其实要讲人权的代志，是讲要讲台湾的代志，拢会互相问一下。所以算讲，我会感觉对伊的交配，这是我真感动的事。只要美国国会内底有啥物关于台湾的代志，我一定接到伊的 email， 问讲这个法案，还是讲这件代志，看法安怎？包括讲。迄时阵，迄个郭台铭，伫川普第1任的时阵，是走去美国，讲要伫遐设厂。对啊，对。迄件代志，川普偌欢喜的，美国国会嘛偌欢喜的，威斯康星迄种规州，佫互美国其他足侪州的人拢感觉讲，即款机会，敢有可能来到我迄州？我就接到伊 email 问我讲这一件代志，我来讲，照阮知影吼，郭台铭伊四界拢有共看面扫，有去讲要设厂啊，要请偌济人啊，要建厂啊，啥物吼，毋过听讲伊嘛骗出一个的，
印度嘛骗啊，甚至后来嘛知影威斯康星迄个是安怎？所以我就有甲伊讲，伊就若是要争取，莫去找过内面即款人。就即款代志，其实大家拢阮拢会保持联络，这就是用心交配。这个对我来讲，我印象到即马为止，我会感觉讲最难得的。啊，当时其实阮嘛有交陪有国际，包括讲迄个，我有一届去全美吧，3个月是去算讲是一个训练，啊遐去参加迄训练营的人拢是，有几啊国，有德国的，嘛有算讲嘛有，迄阵东欧，迄阵应该算东欧，甚至讲有迄个，咱即摆上。知影诶，迄种阁无乌克兰啦，是有迄个巴勒斯坦遐个人。其实遐朋友有几个，到即摆拢阁有联络。有一个已经做到德国的外交的大使啊，有一个即摆是伫国际人权团体嘛咧继续做，所以就是讲，我会感觉讲，遮个朋友是我到即摆咱台湾若是有代志。咱台湾若是以后有代志，要联络要争取外国的人替咱讲话，就是爱靠这边人。啊，这就是我会感觉讲，爱靠力量，爱靠咱的行动。因为伊需要支持的时阵，我当然我支持，我一定爱支持伊。像迄议员。伊要选举，伊需要支持的时阵，我当然就是甲拍拍，足侪会员，足侪台美人的同乡讲，这个人，这个议员是大家咱来支持的，这个行动咱来提出来互伊看。上后就是因为这记者这交陪这过程就有信任，这个信任其实对。时间愈久，这个信任会愈强。即马就是咱爱想讲，咱是用身份的力量去交配。但是今仔日敢是用讲，伊是我的立法委员，我要拜托伊做即件代志。即款交配的时阵，代志做了无我，也是讲我今仔一个同事，伊要拜托我。家己做一件代志，还是讲拜托我家己推荐啥物，推荐了无啊？到即个为止，我是感觉讲人权这个理念是我交朋友上通信任的。啊，要安尼去感觉讲，迄个人是毋是真是有重视人权？其实就是交朋友就知影。对吼，就是若是有时阵感觉讲，伊讲一套做一套，其实算讲咱咧讲这个这个圈子跟他讲，箍啊，这个箍啊就细，是算讲探听一个就知，这嘛是一个互家己一个算讲提醒啊，做代志真是爱认真做。要做选择的时阵，袂使你偷食饱，袂使偷食饱，嘛袂使你讲想迄个立场，有啥物摆立场，就爱讲清楚。这坚持是算讲咱咧交配的中内底，伫过程内底最重要。所以这个图大家看到啥？差不多。够咧，有树拿，够咧。蓝天，蓝天，够咧。够有无看到诶？无看到诶。空气对。大家算讲，其实要互大家看，因为我Google咧找迄个。相片啊，还是讲有啥物图是空气？
这第一张起来，啊当然，这张其实这张伊是伫一篇宣传台东，伊讲台东的空气品质上好，伊就是用这张相片。啊，不管安怎，空气就是这张相片。啊，搁逐个看无空气，啊，敢知影讲空气才是有好无好最重要的。尤其是今仔台湾，咱的空气品质是最重要的。所以咱才讲自由甲人权就哪像空气安尼，啊，上主要是平常时无人会去注意的。啊，本若是无，还是讲空气较少的时阵，愈来愈数袂着空气的时阵，咱才会感觉到。讲人权的时阵，其实大少，遮个拢是联合国内底所有有关人权的代志。所以人权是啥物？就遮拢是啊，对咱来讲，咱台湾，即摆还佫有啥物人权？敢若讲欠缺，还是讲啊，佫做无够？国籍权啊，国籍啊。国籍权对，嘿，咱国籍就有歧视啊。咱不管出去台湾，还是讲咱要去联合国因迄个办公室大楼，国籍马上就出现问题啊！咱免提啥物国籍，人要甲咱讲咱是中国。联合国，你若入去一楼的迄个算讲要换一个访客证迄款的，爱填一寡迄个单啊，伊面咧就有国籍，所以写台湾是个可能无办法。啊，若是讲要参加联合国的一寡会议，嘛爱换迄个出入证，所以算讲换迄张证件了后，就毋免阁大概摕护照出来看。要换迄张出入证的时阵，嘛是同款国籍。若是写台湾95%应该是马上就讲袂使，啊，剩的5%是讲内底爱有人来带伊去。有时阵阮就是请内底熟悉的人来1楼大厅遐，啊，甲阮带伊去安尼。啊，有诶，伫我迄时阵我讲我有去吉尼巴3个月嘛，迄就是伫吉尼巴迄个瑞士联合国伊叫UN Plaza 联合国大楼。因为迄时阵我是为美国去的，所以我头食步，我是摕美国的驾照。美国的驾照伫联合国大楼会使当做身份证。所以我是摕美国的驾照去换出入证，所以有足侪海外的台湾人嘛是用即款方式，就是摕因国家有联合国承认的驾照，还是其他的身份的证明去换迄个出入证。国际是一个即个，另外有一个，其实应该即内底无是叫主管理，人民主管的管理，迄嘛是联合国人权内底，伊应该是以公民政治管理公约内底有一条讲人民有主管的管理。啊，毋过咱台湾到即马，咱毋是无是，咱无做。咱无去用主管的这个管理。今仔日也是其实是昨是迄个冰岛，就埃斯兰，迄个川普伊即马讲要。
冰岛啊，冰岛。格陵兰吗？对，冰岛的自觉，咱昨天啊开始投票，因为因即摆算讲是丹麦的属地，啊，因的投票是讲因要脱离丹麦独立，所以这嘛是一款主管，啊，即摆结果安怎还阁毋知，啊，阁咱会使摕这个结果咱来讨论看卖，吼。啊，因为咱来主管，伊还阁讲吼，记者有来问讲，安尼因讲有要变做美国的一部分，因讲迄件代志因根本无考虑，因根本无考虑是毋是要变做美国的一部分，所以主管管嘛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内底的一条。咱台湾其实大部分拢有会做，拢有做着，啊，毋过是毋是做到有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对人权的工作者对我来讲，无一个国家做到100分的，一定拢阁有改善的空间，啊，阁有的就是真是阁做到无好的，做到无够的。其实有，比如讲，这个，嘿，天使自由，还有啥？对，天使自由有一个是，不只是咱家己会使你自由来去，啊，搁外国人若是来台湾，嘛会使你自由来去，尤其是咱即摆讲的难民。难民要讲难民，嘿，这个什么香港，咱用香港这个来讲，香港出代志了后，中国规甲香港控制了后，香港有足济，其实因咧做，毋是做人权的，嘛毋是讲要推动民主尔，因就是一般的人，假是遐少年人，因实在是看袂惯是讲中国。迄款的手法，所以因去参加抗争。遮个人来台湾，就是讲因后来只好走出来啊，无共香港内底搁继续好动了。所以因走出来台湾了后，咱台湾的是毋是会使你，互因一个合法的地位？难民是一个国际法内底，互遮个算讲为家己的国家逃出来。啊，毋过毋知影是毋是要申请做一个国家，还是讲要去倒？还阁毋知。伊敢先想讲要找一个所在，会使你讲话大个啊，跳脱出来。咱台湾其实台湾政府无办法互伊难民的这个资格，因为即马无法律讲会使你提供难民的算申请，要申请做难民，因有啥物资格，有啥物权利，咱即摆政府拢还阁无遮个政策，还是讲法规来规定，所以因只好咱政府迄阵是因为咱大家讲对香港即个代志实在是叫找，所以一定要家支持，甲乌克兰支持，所以伊若来咱就，互政府感觉有迄压力，讲一定爱做一寡代志，啊只好用一款偷食饭的方式，算讲互香港遮个少年人，互因一个，恁来读册，恁去替因找学校，互因去读册，有读册就是学生啊，港澳的学生就会使合法的留落来。毋过读册总是有毕业的一天啊，还是讲其实伊伫香港，伊无爱读册，伊伫香港伊就是无爱读册，伊才会做东做西，后来伊嘛是去参加抗争，叫伊来台湾一定要读册，这对伊来讲，伊讲无趣味，嘛无办法读落去，要安怎？即款人其实阮看到足侪香港的少年是安尼，咱政府其实无办法互伊
合法的身份，因无合法的身份的时阵，伫台湾即摆有一寡人，阮知的是，伊互诈骗集团，嘿，诈骗集团互因去买收，也是算讲，因为伊爱趁食，伊爱趁钱，啊，过伊佫无一个合法的身份，佫叫伊去学校嘛爱钱啊，学校学费，也是讲伊生活费嘛爱钱啊。我知影有几个是伊有即款的情形啊，啊，这是算讲即摆就是靠一寡人权团体互相的甲因，算讲甲因支持，看会使互生款好的帮助，啊，毋过嘛爱互知影讲因了若是要伫台湾大陆，了伫台湾生存，所以这人民这个代志嘛是咱台湾政府甲民间讲做。啊，要做无够，这毋是阮做，咱毋是做袂够，是咱做无够。所以有遮济人权来讲，咱台湾其实这10年内底伫东亚算讲是第1名，真是嘞，因为我有感觉到是有遮济国际人权团体这10年以来，拢一直来台湾。来台湾办活动，来台湾设办公室，来台湾提补助，算讲补助台湾的民间组织，这拢是这10年内底来，是因为伊感觉讲台湾的人权其实是做甲袂歹啊，尤其伫东亚来讲，韩国、日本、台湾、中国毋免讲，啊，佫有缅国，啊，佫有算讲是哪？包括东亚这边的时阵，咱台湾的人权是算讲做甲诚好的一个国家。啊，毋过伊嘛甲我讲，咱还佫有提升的空间，会使做甲更好，做甲更好，需要就是人甲钱。这个我就是要讲台湾的人权团体，其实台湾人权团体这一部分啊，这是少少一部分。在人权团体是我较有咧参与的，其实就是真是主办不及备载，我毋知这台语安怎讲，甲我教一个，爸爸姓伤济，我毋知。族繁不尽必载。好，就是大家若是看，其实有收集台湾所有人权的组织，还是讲伫台湾的外国国际人权组织，有这个名单的是国家人权馆。迄若去伊的网站面顶，伊就有一个名单，在说讲这是小小一部分尔，所以这内底其实像我家己，我即摆是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理事长，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会员，世界基金会是朋友，嘛是这个会员，嘛是这个会员，所以其实一个人可能每一个人对人权有兴趣，可能都有参与几个人权组织。几个人权组织其实做代志无共款，才有讲人权会，讲台湾会这个，Peter 以前嘛是台湾会的会长，就是讲台湾会是人权干嘛店，想讲要做一个人权的百货公司，干嘛店就是啥物拢卖，啥物拢做，百货公司就是会使做搁较大件的。所以我会使讲，其实大家拢有，算讲有诶已经做10年、20年诶，拢搁继续做下去。像讲这个台湾废除私刑推动联盟，讲叫废死联盟，伊诶执行长为1997开始，就是做废死诶代志啊，做到今仔日。伊嘛是还佫咧做这个联盟，
要进行长。台湾会1984成立的，1984啊，佫是在戒严中间哦。戒严中间佫有成立的是即个妇女生殖基金会，所以对因来讲，因为戒严时阵成立开始，开始要讲人权，啊当然对因来讲较有风险，啊毋过因一直做到今仔日，为什么继续爱做？因为咱还佫做无够。啊，遮有即个医疗，恁若是有兴趣的，其实因拢有网站，也是因有迄个名册，因拢会使去看因的活动。啊，实在是，其实转来今仔日的主题做人权，敢有饭食，敢才会饱。这是我迄怎地，我有事去拍美国伫 DC 的办公室，互因招去遐做代志的时阵，阮妈伫迄个社区甲我问讲，敢才会饱？讲实在，恁想看卖啦？迄时阵吼，一个月500美金，其实一开始甲讲300，一个月300美金。啊，有通大就是因为一栋宿舍安尼，所以300美金一个月，就是互我食饭，开销用的，食袂饱啊！啊，食袂饱是要安怎？毋过我食袂饱，我工作我讲无人做袂使哩啊，为啥无人做袂使哩？因为伊这个工作其实迄时阵 EBC 敢有一个专职的，搁一个。另外是伊叫算讲是学生可能含甲休寒休热的时阵去啊斗3工，无人。我迄阵会感觉讲，阮阿舅就是迄个恁即代每一工作，若是出一个人来做台湾民主人权。独立的代志，就是因为恁怎有安尼做，所以到阮即代的时阵，每一个家族至少嘛爱出一个人，啊，真是的啦，阮就是到我即代，阮家族内底就是甲我做的，阮兄弟姊妹也是我的迄个什物堂表兄妹呀，无人咧做人权的代志。啊，么其实就是种我就安尼想啊，每一个家族。出一个人，安尼就做会落去。这嘛是我感觉讲，我爱继续做落去的代志。好，起算300块开始，300块美金，到前头无甲1万块台币，有啦35，1比35差不多，嘿。伊迄是一丢丢数，做落去了后，其实才知影讲，这工作其实是有人会感觉讲感谢。因为咱做的代志是需要做，无人做，一定爱做。其实真紧啊，我300、500，搁无一年就到1200啊，一个月1200美金，跳甲真紧啊！哦，来我离开的时阵，嘛一个月有3000美金，所以其实，迄个钱是咱去We earn it， 就是咱爱去家趁着人对咱做这个工作，做这个代志，肯定，算讲是肯定。咱莫我无爱讲因感谢，因为因嘛是足侪立法委员，因拢是王命官。其实因的对因来讲，因无办法转来台湾，也是讲无办法做因要做的代志。因的生活可能比我更艰苦，但是到我的时阵，爱有人来做遮，要甲美国国会议员去遮，请伊爱支持台湾的代志，爱有人做，爱我专，算讲莫甲伊当作上班，迄款的心态来做。所以这对来讲，我迄阵有时阵有一阵仔，我嘛感觉讲。因拢来叫恁的囡仔出来做，有一款，互我感觉讲，
别人囡仔死袂了迄款的，就讲啊，伊拢叫我讲哦，你做甲足好诶，佮继续做，拍了做安尼。啊，毋过因的囡仔，伊无要鼓励因的囡仔来做遮呢。即款的心情，我一开始，阮妈妈甲我讲，做这敢食饱，迄款的心情，我会使你去体会，就是讲无对，有即款心情。啊，毋过因无来做全职的人权工作者，因嘛会使你做有一寡贡献。所以即摆就是咱要安怎去，互每一个人伫人权即个工作里面，拢有一寡贡献，安尼就好啊。做全职的，每一个工作出一个人就好。其实我即摆，但是会使安尼，咱就我是感觉讲，咱的工作就会使做甲更较好。会食会饱无？我即摆甲大家讲，即摆吼做人权，咱人权组织的薪水，其实因为阮家己是讲人权组织，所以阮袂使咧比，阮袂使比外口搁较歹，就是袂使咧比麦当劳，也是讲比工厂公司的起薪较歹。阮家己有即个认知，所以一定拢差不多拢是比因较好一寡。啊，毋过伫人权组织内底，要做全职的，还有一个认知就是，无可能爬去到偌悬的迄个位置，因为阮就是阮的组织，像讲我即摆国际特色，台湾分会，阮差不多45个人，已经算讲足大个啊。阮办公室45个人，算讲有秘书长。副秘即摆要找着副秘书长，啊，一个处长，一个搁经理落来主任，啊，搁研究员，就是安尼尔。上济就是即50个，无像公司，也是讲一般的工厂，因为会使你有足侪无共款的遐职位也是讲会使你，会使慢慢爬去到顶顶，阮可能无。啊，另外一个是，阮人讲钱少代志多，人搁少，这是人权工作者一般的情形是安尼。啊，毋过阮即摆有，就是阮咧讲人权，所以劳工权、劳动权，就是说，阮家己有即个认知，讲袂使你。工作超过一天袂使超过偌久，阮一定会甲同事讲拜托去困啊，半暝10点9点，莫阁甲阮花去困啊，就是阮安尼互相提醒。啊，一般来讲，公司也是讲较大公司有时阵，因为不管你安怎，你就是一定爱回啊。我只主管，我甲你我讲爱做啥物，就爱马上做。顶23仔敢有一个霸凌，讲迄个是啥？卫福部要劳动部，劳动部迄个，即款的代志，劳动部会发生，伫人权团体来讲，阮尽量袂发，就是爱提醒，互相提醒。甚至讲，若做无好，阮会改进。啊，袂，我毋敢讲人权团体一定拢安尼，啊，毋过就是阮互相的提醒、互相的警告的时阵，袂甲即款的代志当作是攻击。这就是头拄仔讲的信任，就是阮咧做人权的时阵，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信任。即款的批评，毋是攻击。好，那到即摆为止，其实阮爱募款无毋对，阮爱甲逐个社会大众募款，阮嘛爱甲国际去申请补助，有诶甚至讲爱甲政府机关因有补助，也是爱去申請。比如講，阮若要辦一個展覽，還是要辦一個訓練營、人權訓練營，有台灣民主基金會，
迄基金会其实是外交部设立的，所以台湾民主基金会因会提供一撮钱啦，啊国家人权馆因嘛有补助，所以人权团体其实拢会靠即款的方式去来找着资源也是资金，啊上重要是袂使去欠，袂使欠内底同事薪水啊，这是上重要的。但一个人权团体若是欠内底员工薪水，一定互免死的。这是对阮来讲是真是上基本的啦。就头拄仔所谓人权、劳动权啊，还是讲迄个选择管理人权团体爱第一个，家己爱先做会到。请问医生，你先做过两个，台语有无？医生做者，家己爱做的，家己爱做会到就是啊。其实就是这小的结论，就是这句。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毋是免费的，自由嘛袂家己行来。我无办法，我伫遮等自由行来互我，伊是爱我行去自由迄边，所以拢是爱咱家己采取行动，爱家己行，家己做，才会使摕着去到自由的所在，甚至讲争取着自由，保持迄个自由甲人权，甚至互人权甲自由会使你。搁较普及，搁较算讲会使提升到搁上好上悬的境界。这拢是咱爱去做的，咱若无做的时阵，就停伫遐。去甲大家分享的，还佫有一个是，这30年来，甚至讲过去这10年，其实我有看到足侪已经有自由人权的国家，宣布独立国家，真紧因就佫。对啊，包括菲律宾、缅甸，是毋是？缅甸爱讲缅甸了。嘿，对啊，其实你头啊，东欧即马足侪国家，拢是即款的情形，因独立，因有自管的权利，伊嘛宣布独立啦，因有民主，因有投票，按过选唔着人，还是讲民间毋知啥物款的政策一变，伊的民主马上就北久。这北久的原因，其实我有发现着，是因为迄个国家的公民社会人权团体无够强，就是迄个基础还佫无够。咱即马台湾的人权团体公民社会是算讲是讲较迄就是。足强的，按过就是讲，咱足敢的，咱公民社会足敢讲。那感觉就有一寡政府要立法来限制咱的自由甲人权的时阵，咱的人权团体马上跳起来，就开始记者会啊、啥物啊，啥拢做，就是反对即款的限制自由人权的。法律也是讲政策，迄个迄阵就是啊，978社中庭，毋是2002社中庭咧做营养的时阵，做营养的时阵，讲要迄阵田经理本来咧用迄个指纹，手纹啊，手纹啊。手无，其实伊迄是一个，算讲是一个叫surveillance， 算讲是收集所有人民手无生物特征，吼，对，佫要咱申请身份证的时阵，爱登手无，我2004年来时阵，我去办身份证，伊就是叫我讲爱登手无，毋过迄阵。法律无过，
反正有政事务所的人，伊就是基本上，若无甲伊问讲，敢有法律，敢有带一条法律讲，一定爱应手无，才会使去申请身份证。若无甲伊问，伊就是照伊做。像即款代志，其实政府有时阵有可能是为着方便，就会制定这算讲要杀这法律，来互因做代志较方便。不过有时阵法律无规的时阵，公务人员因就会用即款方式来拿骗安尼。迄届我就是甲伊问讲，带一条法律，讲我爱应酬无，你才互我身份证。伊讲袂出来，所以我就免应。过若一般毋知影，像阮妈，伊伫台湾，伊嘛无会注意遮，毋知影，伊可能就讲就因为啊。即摆还佫有另外一个是出国机场，的时阵，伊即摆有一个叫快速通道，就是你行入去时阵，伊用迄个翕你的面，看你的迄个，嘿，对啊，人脸辨识的呢，有讲快速通道。若去其实因为我拄好旧年底月出国，伊就机场的人就一直叫人爱用迄个，爱去用快速通道。我其实毋免，嘛毋免用，因为边仔嘛是还佫有讲，我摕我的护照去，互海关的人，海关的遐工作人员来看讲是毋是本人。安尼我的个人的资料，袂讲就互电脑收集起来。过咱即摆机场，咱台湾机场还佫有安尼，伊嘛无甲大家讲，你会使毋免去行快速通道，但是一直叫人行，这就是一个政府算讲嘛是头食步的方式啦。过这其实已经违反着算讲对人权的隐私权，啊，都爱隐私权已经有违反啦，就是讲咱一般。生活内底毋知影的代志，就一定爱问，一定爱问个清楚。咱一条法律讲，我爱安尼做，才会使提出啥。所以基本上咱一般拢会拄着，若是无注意的时阵，就互骗去啦。所以即件代志，其实阮即摆还佫收集讲有啥物款的代志，即摆是政府是伫无法律的无法律的这证明。一直做遮的阮讲是违反个资的代志，其实恁若是较注意的，可能会发现讲有足侪代志，有足侪情形恁拢拄会着，去警察局，去或者事务所，还是讲去申请做啥物件，去银行嘛是另外一个爱注意的，因为银行就爱叫咱提供足侪个人的资料，甚至讲还佫有担保人，像第三者来讲，什物其他家庭、其他什物款的资料，其实有的是无必要的，因收集这个资料是有因的目的，过法律无规定讲一定爱提供这个资料，才会使去开户，还是讲。去做去银行做咱要做的代志，所以真是每一件代志拢爱问个清楚，爱问上好就是你摕法律还是讲法规互我看，代志了。这代志我想咱平常时拢会拄着啦。警察嘛是安咯，你讲面顶拄着警察叫你摕身份证出来。有时阵需要，伊足侪时阵无需要啦。咱即摆较少啊啦，较少啊。过有诶警察有时阵嘛是安尼，大家就是互相理解。若是有需要时阵，财管会迄个人权干嘛店，台湾人权促进会你随时会使拍。另外一个我讲迄个国际律师，台湾会嘛会使拍。有一个代志就是像看门店这个代志，头拄有一个公司司法官嘛，
这司法纠察权，袂讲袂讲无公平的规定，还是讲审判吼。阮台湾分会都小草走去阮遐问讲，看阮着这代志，会使变做阮救援的一个 case 无？刚才阮就甲伊讲，嘿，第一，伊敢有无公平的拘留，就是伊拢有一个时期，伊互拘留伫拘留所内底，迄时间就是照法律规定的。啊，伊伫拘留所内底要做啥，嘛是互伊做。伊有受到公正、公开的审讯，审查无？因为有公平无？伊有律师，有互伊请律师。啊，要见面的时阵就见面。对阮来讲，阮拢用遮来看讲问题，即个案，伊毋是个政治犯，伊是一个人事，甚至是刑事，因为伊有收钱，有无？有人告讲伊有收钱，有证据讲伊有收到钱，迄钱是为倒来的，毋知。所以其实在司法的管理，有的小草，有的法问题的支持者，因感觉讲这是政治事件，啊，毋过阮分析互伊看的时阵，是阮看到是民事甲刑事，啊，有互伊应该有的权利，嘛有互伊要爱律师，还是讲伊伫监狱内底、拘留所内底，伊需要什么款，伊需要看册，伊需要目镜，什么拢会使。啊，毋过就是照法律来。法律若是无够，做无好，修法，就讲咱来立法院，要甲迄法律，搁重新讲看是毋是还无够的。啊，毋过袂使咧讲即款代志，因为伊是个政治人物，所以伊所有的案件就是政治事件。啊，这是最近发生的代志，加在阮有迄小草无来抗议啦，阮甲伊讲了伊就离开啊，啊无过来找阮啊，啊就直接去土城外口。所以大概阮会讲的过，就是有理就讲会过，毋过嘛是爱甲因讲，伊若好好啊保护家己。我嘛甲保证讲，去外口示威时阵，爱好好啊保护家己。啊，因为阮嘛无办法保证讲，伊若是有像讲318，警察若是讲学袂来的时阵，应该安怎？即阮嘛会甲伊提醒啦，因为这是伊的人权。啊，就是安尼。到即款为止，至少到这地线，台湾分会还阁无互，应该无互迄个遐个通海还阁小草讲是亲绿侧翼，还阁无安尼讲啦。啊，其他头拄仔讲其他遮个足济咯，拢互因讲是亲绿，因为我嘛毋知影为虾米，就是袂使去青鸟活动，示威。抗议袂使去遐，若去遐就是变做亲绿，对有足侪通派，还是讲中国迄边的迄个阮讲假消息，对因来讲，因就是安尼去甲大家分裂了后，搁去破坏咱的名声，破坏咱的咱互相的信任。所以到即摆为止，阮是感觉加在遮团体互相的信任还阁有够，阮袂分裂。啊，毋过最近有一个事件，有发现到，就是美国的 USAID， 美国的迄个算讲因专门咧补助过，开发总署咧补助外国所有的人权、民主的活动，啊，阁有针对，有的是讲是疫苗。有的是迄个算讲shelter，就是庇护所即款的。伊迄个算讲伊迄件代志，伊的就互马斯克甲川普
甲伊砍掉啊，还是讲冻结。啊，台湾其实有一寡组织是受到补助的，要做咱的代志。结果，台湾的民间团体内底有一寡感觉讲无应该摕美国的钱。有诶，真是就感觉讲美国是美国的钱，无应该，咱无应该摕。这是阮相关团体内底第一件讲，阮爱互相说明，讲美国迄个钱其实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的钱是美国公民的纳税钱。咱家想做美国公民内底嘛有咱的台美人啊，所以基本上，摕外国政府的补助来做咱台湾的代志。对于民间团体来讲，只要我做的代志是对，这钱的来源嘛是公开透明，甚至讲有伊的正当性，这无啥问题。啊，不过有一寡我较讲就是因我就无爱讲民主派的，啊，不过伊就是感觉讲摕美国摕美帝的钱就是毋对，摕美国的钱就是毋对。啊，我毋知影讲，伊若是今仔日若是中国的钱，伊要安怎？哦，所以即件代志，阮即摆过澄清，搁说明。啊，过对阮来讲，我有甲我的朋友讲，就是想看，伊这钱的来源无问题，是正当的。咱做的代志嘛是正当搁正确。啊，这两边有签合约，迄个合约。拢是地纸乌字写到最清楚的，所以今仔日无问题。啊，若是来攻击咱的，迄是因为伊就是唔见美国啊，爱若唔要，伊无爱美国的钱，伊袂使甲别人讲，限制别人袂使你袂使听，就咱想讲，伊无爱嘛敢讲咱袂使摕，这就是限制钱权。对于来讲，这就是限制，这限制真悬哦。这是最近大概我感觉讲做真悬的工作，其实有较复杂的是政治一定会人着，会人着政治。啊，毋过阮袂使咧回避，阮袂使咧避开政治的代志，阮嘛是爱讲。所以大概是安尼，我时间已经到。无啊，我无代志啊，嘿，我无代志啊。我有问题要吼，迄个爱讲的，若有问题吼，也是要分享的，要交流。啊是你，都有一寡代志，毋知要找甲一个组织，你甲我讲，我应该拢大概拢知，嘿。好，嘿。对对嘿，毋是人工智慧哦，是国际特色。迄个是国际特色，国际特色。特色啦，特色，特色，特色，下面，下面，嘿，特色，我听到好，特色，嘿，下面这个我会记，所以我来去特色，好，是。大家拢有关系，所以阮感谢。嘿，感谢，搁这特色，即摆其实是台湾算讲较大的人权组织啦。啊，像讲台湾会啊，世界会，因差不多办公室。对，有迄种黑名单民众迄个，如便秘敏啊、小虫病啊，我会记哩银纸会，对，偷渡是对，偷渡，对无？讲偷渡。这敢是迄个缅甸了。对。对，我即摆。
对啊，即摆做不只是台湾的真悬的议题，啊，咱的国家一定是，照顾我一个，毋是咱的国家别个的，咱的分配国家里缅甸啊。拢有即摆全球拢有。其实咱即摆嘛会使做台湾的。嘿，即摆就是爱去争取。以前是安尼，啊，毋过就是爱去争取，去争取了后，咱即摆嘛会使做台湾的。所以即摆有说台湾的迄难民法，头拄讲的难民法。嘿，请。像吼，你感觉你讲咱台湾对个人民无法度在退到变啊是伫啥物？是因为咱毋是一个世界前面的国家，还是第三个人？第一，咱政府第一讲的是国家安全嘛，因为用国家安全，就讲其实联合国有一个难民署。难民署啊，拢是含国每一个国家诶负责收难民迄个部门来合作。啊，佮第二是咱台湾就是联合国诶会员吼，所以咱若是有难民的即个机关还是部门的时阵，可能无办法直接来联合国难民署。没有了。难民中。没有了，好，忘记。你还在录吗？他过抖音还有，还是怎么需要？我点点。开始。嘿，迄个就是无共项国际迄个难民署做直接的记者，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咱台湾政府一直做关注，嘛是算讲伊用国家安全来做一个。算正当理由啦，就是讲，因为难民来讲，若是讲为中国、为东南亚，还是讲迄个伊的身份，咱的政府来讲，应该讲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啊，毋过对我来讲，难民伊要申请认定做难民这身份，伊有定数，要去证明讲伊是难民。伊嘛爱有物件，这毋是足困难，这有一寡工程爱做，毋过毋是做袂到的。我是讲咱的政府，到即摆还袂准备好要做遮个。当然讲含联合国无办法记者，讲实在，咱头拄有讲到迄个，咱即摆有签足侪人权公约，像讲。咱大概拢做咱9月已经有签6个啊，国际人权公约、人权公约，吼，有包括讲政治的侮辱的，啊个迄个身心障碍，吼，拢有。咱家己有签过啊，咱嘛是每4年5年，就爱做一届迄个专家的审查。为外国请国际专家来台湾办审查会，这人权公约其实是联合国的，若是有签了后，联合国有一个部门啊机关，伊就会含签约的迄个国家，会做迄个算讲对接。咱毋是联合国的，咱政府嘛是甲伊签落去啊。签落了后4、5年嘛是做一届审查，已经为2012做到即马做10多年啊，所以这毋是做袂到的，是政府感觉讲有必要、有决心来做。那面对伊来讲，可能阁无迄个第一目标、第二无迄个好康的啦。我讲好康就是名声。签公约、签人权公约、签署人权公约，做遮个审查足好听。伫国际社会来讲，足好听。台湾遮做个足好诶。毋过接受难民来有难民的即个法律家即个定数，即马国际潮流是
无啥物好康的去互人肯定啦。真是，着我嘛爱讲，我嘛爱讲，国际即马欧洲、美国对人民的态度嘛，足歹的，愈来愈歹啊。啊，咱台湾政府讲实在，有时阵我会感觉讲是咧看条理，会对迄个，你讲啥？牙对白，牙医对白。对，牙医对白，对，我阁学着对，就是，但是国际拢有一个交流讲啊，做啥好，啊会互赞声，咱台湾政府就较愿意去做，也是讲若无做会互处罚，咱台湾政府嘛做，比如讲渔工就是远洋渔工这代志。咱台湾政府为虾米开始会去，搁倒转看讲对迄远洋渔工，尤其是外籍的，像东南亚来遮，遐个法律的规定大无够，迄是因为第一，欧洲、欧盟，甲咱政府黄旗、黄旗啊，就是做无好。你若无改善的时阵，你的鱼仔我来咧。美国政府嘛是，咱对远洋的渔工，若是渔工，若是无改善对因的待遇的时阵，会甲咱处罚。咱政府是大概是遮个代志，毋是互赞声，就是互伊处罚，即两件代志。有发生的时阵，毋才会做。人民即个议题。两边拢无，啊，毋过即摆上主要是已经有寡人来台湾啊。即摆台湾是咱讲伊是 stateless， 就是无国籍。有诶为欧洲来吧，有为欧洲来，乌克兰其实有一寡人来。非洲嘛有，其实上济是东南亚，中国诶嘛有啊。啊，毋过对中国香港最近即几年偌济。啊，咱政府就是爱用其他较头食步的方式来处理。即摆处理的方式大概就是个案，就是每一个案个别处理，无共款的处理的方式无一定共款。大概就是对啊，个案讨论即款的处理方式，其实就是。毋知是安怎？其实阮咧问的时阵，大概拢甲我讲是国家安全的理由的。阮会阁继续去问。这是真重要的啊，因为咱迄个国际地位真歹，你即摆甲外国，比如讲甲越南嘛，甲迄个电料有较歹，咱无在咱的警察官，咱的严去调查嘛。所以咱咧即摆迄个比如全部派人去别人遐搞袂见，啊，就咱去到别人那边，所以咱无同样心态，所以咱对待咱的司法力较无够。人民审查其实毋是爱去在地去查伊的身份，是伊爱做文件来。迄个申请的人民爱提供文件，还是讲伊有迄个证明讲伊人民的身份，袂讲甲伊国家，因为像讲有一寡迄战争的国家，伊嘛无办法去遐调查伊的身份。啊，过就是上主要的国家安全，毋是讲咱无去外国调查的权利，无办法去遐做一个身份的迄个确认，毋是迄个尔是，啊，佫有真是。上主要的是因惊互人渗透，嘿，惊互人就是渗透，渗透，钟慧老师渗透怎样讲？渗透，嘿，就是惊互人渗透。啊，迄个渗透是互真渗透，中国。若是讲中国的时阵，其他个案，其他为非洲、为东南亚，
也是为香港，香港可能伊嘛是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吼。啊，毋过若是为其他国家来，即个无哪讲，这理由无办法成立啦。所以其实上下就是这些啊，做这无好康啊。比较在咱咧南面这对于咱甲日本比起，咱是较厉害较咱较矮。日本嘿，其实日本台湾，毋过因有接受难民，嘿，至少，毋过至少因有迄个定数，嘿，因政府有一个法律甲定数 SOP， 就是讲要安怎认定难民。韩国伊嘛足排外的啊，其实讲实在，咱东亚即三个国家吼，对难民的态度其实，拢无足开放啊。啊，毋过因为咱台湾是讲咱台湾最近对新住民，嘿，这个执照过来，咱有较优先，对新住民咱是较优先，真是的。啊，毋过其实嘛是做无够好啦，我是安讲，嘛比新加坡较好啊。袂使，新加坡袂当比新加坡伊的人权有够歹。我来讲新加坡，新加坡伊的政治权、人权，伊袂当一回伊无言论自由，无一回自由，无政党的自由，伊袂使有反对党。所以咱伊袂歹，伊所以袂使甲新加坡比啦。新加坡迄个白比，毋过经济就是我即摆最烦恼的是，为虾米有的台湾人，伊会甲新加坡当作是咱的模范，是算讲，哪像伊的经济发展较好，较先进，还是讲伊是安怎？毋过伊规个制度对人来讲。咱住过台湾的人，甲你饲料鸡啊，你款待啊。对啊，饲料鸡，饲料鸡，对啊。讲啊好，我要有这个来做。fundraise， 警告来管。对啊，对啊，伊就环境足重的啦，所以人民就守法的，守法就哪像其实咱即种戒严共款啊。咱戒严时阵，大家嘛拢做守法啦。半暝袂使出去拍拍照啊。咱台湾的。新加坡我毋知，我毋知是新加坡毋知。因遐靠有有以前拢挡袂着。嘿，对，是靠以前拢挡袂着啊，无袂着。是，毋过因为新加坡因有联合国的身份，所以因要去移民去其他国家，嘛叫做方便的。是安尼啦，就是倒转来自觉权啦，自觉权是人权重要的一项。咱当时的，咱毋是讲无自觉权，咱是无行使自觉权，很厉害。对啊，有足侪人惊，无做的时阵嘛是惊，所以是甲迄时间拖较长安尼尔，迄个风险是咱家己爱，就算讲是咱家己爱承担的啦，所以变做讲，这个决定是无，这个决定是无简单，